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问台湾，嘛引发到中国对台湾做一连串的报复。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上新的民调，讲有5%的台湾人欢迎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，啊，讲有高达7%的台湾人针对中国实弹的演习根本都无咧惊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问台湾，中国大规模设台湾军演威胁。不过，根据上新的民调，同款有超过5%的民众欢迎佩洛西来台湾，5%的民众未后悔，甚至关于7%的民众无咧惊这场8月军演。中国动不动来个军演，其实台湾人很感冒，那你只有去面对啊，你怕也没用啊。他的坚持的一中原则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。美国机长议员小雪来访问台湾，台美关系看起来愈来愈麻。不过调查显示，中国若拍台湾，有44.1%的民众相信美军会出兵帮助台湾，无相信的占大多数，有47.5%。而颠倒是有6%的民众认为日本会甲咱台湾斗相共。我们相不相信美国或日本会来协防台湾，我想是比较次要的问题，反而是大家面对在中国的威胁之下，是不是欢迎佩洛西议长来台，却展现了一面倒的态度，都是肯定的。国人还是希望，若是台湾发生了危险，有其他的国家会来协助台湾，所以这一个投射的心理，反而就把原来对于美军的一个期待转向到了日本的这一个部分。特首保台气氛加持，总统蔡英文支持度和顶个月比有降7%。学者分析，这是对国安团队无够有信心，含受到林志坚论文有大影响。就是重要的一个转捩点，强大外部效应的这个刺激加持之下，竟然还下挫7个百分点。这在过去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民调反映国际事件冲击，同时嘛展现对政府的检验指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